社新闻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今日是到北龙甲摊商拜早年，未少摊商摕水果出来甲欢迎。目前嘛，新北市挂案管的案件后续效应真侪人咧关心。另外批评发生伫新北市，所以讲市长侯友宜爱负责。针对这点咧，侯友宜亲身开记者会回应，伊讲民进党执政之下，整体社会安全网出问题，竟然更加提出受害学生家长的公开信，表示反对废死，已经几啊摆表态废死的侯友宜，就呼吁对手赖清德嘛要赶紧表态，伊家己的一讲甲问一摆。正靠最高党内压高级竞选王台代表好彩头的白菜头全部提出来，侯友宜来北龙拜早年，告市长蒋万安专人传呼。欢迎看我们的总统候选何李莅临我们台北果菜公司。北龙总经理吴宏平、董事长杨定和、阿湾团规大顶界破败反庆，侯友宜讲菜市业本来就是家己的主场。不过，同款嘛是家己的大本营，新北市发生挂阿妈棍的命案，社会继续伫咧关注。民进党批评市长爱负责，侯友宜亲身召开记者会，大力给激动起。苏贞昌在当院长的时候，也是说社会安全网啊要提升啊，所以飞了407亿嘛。结果呢，社会安全网漏洞层出不穷，口说白话。是最近割喉案受害者家属非常沉痛的呼吁。家属说：“我反对废死。”批评民进党开真侪钱，直接摕家长的公开批，佮表明反对废掉死刑，敢有减刑才当阻挡规汉发生。侯友宜借这个机会，直接对决赖清德死刑的议题。我的心情是非常的沉重。家长公开呼吁，不能废死。我也请赖清德明确回答，赞成还是反对废死实行。没有明确表达之前，我会每天一问。死刑是要留落来，或者是该废掉？选战上尾阶段，佮铺就待拼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